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港產會館，我係齊阿哥。資深電視藝員陳敏兒，亦即係阿智叔嘅遺孀，昨日就喺威院因病離世嘅。佢兩名公子，即係包括阿廖文哲同埋廖文信，透過社交平台就宣布，就話母親陳敏兒在家人悉心陪伴之下安詳離世，就翻去天父懷中啦。咁家人有萬分不捨。但係深知此刻嘅母親已經喺天國安息啦。咁遵照母親嘅意思咧，就話安息禮將會私人形式舉辦。咁只係限親友同埋家屬參與嘅啫。咁就唔對外公開啦。咁對一眾嘅電視迷嚟講，包括齊阿哥在內啦。我哋由細睇 TVB 睇到大噶嘛。咁一直都覺得阿陳敏兒同埋阿廖啟智佢哋一雙一對噶嘛。咁幾年前嘅智叔突然間話有胃 can， 咁所以去得好突然噶。咁好多人都戥阿陳敏兒，喂，你捱唔捱得住啊？因為阿樂樂早前就走咗啦，跟住老公又走埋，咁一個女人仔孭住咁大嘅壓力，咁確實就好辛苦嘅。咁而家雖然話佢人唔喺度，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咧，咁阿敏兒同埋阿智叔能夠再次重逢，咁呢個我哋都祝福佢。能夠喺天國裏邊過啲太平嘅日子，有時啲嘢好難講啊。喂，老實講，而家嘅香港都可以講得話係人間地獄咁滯。咁能夠離開咗嘅話，喂，若果我哋相信呢個世界真係有其他嘅空間嘅話，咁佢哋兩個再次喺埋一齊，咁其實應該戥佢高興至係啊。至於陳敏兒係患乜嘢病呢？兩位公子嘅訃聞就冇講噶噃。咁但係阿敏兒舊年接受訪問嘅時候，曾經透露過，話近呢2年身體嘅狀況就越嚟越差啦。咁佢坦言亦都話自己係一名慢性病患者嚟嘅。話曾經做過腹部嘅大手術嚟，淨係條疤痕呢都講緊14厘米咁長。佢話做完手術之後，就元氣大傷，體重呢亦都明顯下降嘅。話生活習慣方面，佢就話為咗健康呢，一切都戒糖啦，咁斷估應該同糖尿有關。所以各位聽眾，若果你都有慢性病嘅話，無論血壓高又好，糖尿病又好，又或者膽固醇等等，總之一句到尾，首先就管住把口，唔好貪食。第二就好似齊阿哥咁，日日都做運動，唔敢包你話長命百歲，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實在大家而家睇翻阿智叔。咁大家公認佢係好戲之人啦，但係喺幾十年前呢，大家唔多覺㗎噃，因為佢哋兩個好早就結婚，1987年就結婚噶啦，但係講緊80年代嘅陳敏兒呢，其實係一線姐仔嚟㗎，咁但係阿智叔當時候都係做埋啲二打六嘅啫，咁好多人都話呢一對呢係女尊男卑嘅，咁而家嘅世代。咁當然就好多呢類型嘅例子，好似後來嘅蔡少芬又或者唱歌嘅阿 K 咁，但係數翻轉頭咧，阿陳敏兒係第一個一線姐仔，自己個老公同自己有段距離嘅喎，咁當然承受壓力啦，所以陳敏兒做咗個好好嘅示範俾大家睇，佢當時同傳媒講就話，佢話對自己老公廖啟智嘅演技，就充滿信心，絕對唔會懷疑。話他朝一定成功嘅，咁果不其然，後來嘅智叔入咗電影圈，咁大把機會演出，喂，呢樣嘢而家再冇人會質疑廖啟智嘅演技噶啦，好多人都將佢哋屋企嘅焦點咧，就係擺喺 cancer 嗰度，即係無論阿樂樂又好，又或者廖啟智都好啦，但係齊阿哥就認為更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其實就係陳敏兒點樣去做好自己嘅角色。即係無論係媽媽啦，淨係話太太啦，咁佢都做到100分噶喎。好多兩公婆咧，唔知點解就會存在咗一個競爭嘅關係嘅，我要叻過你，亦都係因為呢種互相較勁嘅關係，又或者隱藏嘅關係咧，咁其實就好傷大家感情嘅。但係陳敏兒冇咁嘅情況喎，知道自己嘅細仔有病之後咧，佢直頭抌低份工作。就全心全意去照顧個細路。至於演藝事業嘅嘢咧，佢話好有信心，就交晒俾阿廖啟智啦。咁事實上廖啟智喺後期確係做得好出色喎。
廖啟智演出嘅電影作品包括有《農民》啦，有《無間道二》啦，有《殺破狼》啦，《證人》、《線人》、《消失的子彈》、點五步，仲有《無雙》。8度曾經獲得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並且喺1993年同埋2009年分別以《農民》嘅太子森同埋《證人》嘅郭耀新一角係獲獎嘅。而到2016年，亦都憑着《愛存在》榮獲第一屆馬來西亞金碟獎最佳男演員獎嘅，亦即係馬來西亞嘅影帝嚟嘅。所以阿敏兒話對自己老公嘅演技係充滿信心嘅。呢個證明佢係慧眼識英雄。呢個就係一流嘅典範。喺日後嘅其他例子裏邊，我哋見到蔡少芬點樣協助阿張晉，最終成為一流嘅武打明星。又或者見到今日嘅張繼聰，喂，直頭係一流少將嚟啦。喂，而家做喜劇喺香港數5名裏邊咧，點計都計得到張繼聰嘅。所以陳敏兒教識我哋，夫妻之道咧，其實唔係互相競爭，其實應該係互相扶持嘅。而且要對你嘅另一半真係充滿信心。喂，呢個唔係攞把口嚟講，呢個用實際行動嚟證實嘅。實在人生在世，無論你長命又好，短暫嘅人生都好，咁我哋其實個個都係過客嚟嘅。咁能夠喺短暫嘅時間，能夠為自己做翻啲嘢，過不一樣嘅人生，咁呢個其實先係正確嘅態度嚟嘅。相反有啲人為咗自己嘅權力，為咗自己嘅前途，要犧牲其他人嘅利益，要搞到成個香港亂七八糟咧。嗰啲人大家就唔好學佢啦。喂，就算今日時辰未到，喂，第日歷史都會審判你嘅。而家嘅軍政府一日到黑同你講，就話俾好多機會年青人嘅。就算明明冇證據去 charge 你，但係都要你去認錯嘅。明明冇罪之身，就要參加嗰啲英皇藝人作為人生導師嘅再培訓班。喂，簡直就係離晒譜嘅。咁明明冇罪嘅都要認錯，咁喺法庭之上判咗無罪釋放又如何啊？一樣係凍結你資產嘅。嗰啲大陸落嚟假文件虛假文書假學歷就全部都從輕發落，都係咁以2000蚊自簽擔保就放佢走嘅咯。但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呢，就咬住都唔放嘅。最經典嘅另一個例子，就係今日大家喺封面嘅右手邊見到嗰個女仔，佢叫做劉佩瑩。咁劉佩瑩係乜水呢？佢就喺屠龍案當中其中一名被告嚟嘅。屠龍案亦即係我哋話香港嘅反恐第一案。咁由於當日係以反恐條例去告啲人。咁因為有陪審團啊嘛，咁所以喺陪審團裁決之下咧，咁當時嘅劉佩瑩係經過陪審團喺83天嘅審訊之後，咁最終係以7-2嘅大比數裁定佢係冇罪嘅。咁明明喺普通法之下冇罪就係冇罪啦。咁但係喺今日嘅國安時代咧，即使你係冇罪，咁但係你嘅財產咧都係會俾人充公嘅。有一樣嘢劉佩瑩做得好啱啦。佢被判無罪釋放之時咧，佢喳喳臨攞翻本護照，咪梗係走去英國啦。咁好可能劉佩瑩本身係冇 BNO 喺手，咁佢父母可能有 BNO 都未定。咁但係喺2024年嘅時候，咁英國嘅 BNO Visa 政策都未係放寬噶嘛。咁而家就話即使你冇 BNO 嘅人咧，你父或母有 BNO 身份嘅，你都可以申請 BNO Visa 嘅。咁啊容易好多啦。咁但係劉佩瑩當時去英國咧，只係申請做難民嘅啫。咁申請做難民嘅身份就難好多噶啦。因為你係同全球，尤其是啲 illegal immigrants 嗰啲非法入境者一齊去競爭噶嘛。咁喺等待期間咧，到今年嘅5月18日，咁高等法院嘅法官張慧玲，咁法官張慧玲個樣，大家喺今日封面見到個細圓圈咧，即係個位置就喺劉佩瑩個額頭側邊，咁嗰個就係張慧玲啦。咁佢竟然批准律政司嘅申請，走去充公屠龍案3名被告嘅財產，即係包括黃振強啦，仲有吳志雄啦，同埋劉佩瑩
合共67萬港元嘅財產。咁當中有多過53萬元呢，其實係劉佩瑩嘅私人存款嚟嘅。咁嗰3個人當中呢，阿劉佩瑩係唯一一個係被裁定無罪嘅被告嚟嘅。但係好唔抵，佢嗰筆私人存款呢就一併就俾人充公咗啦。咁劉佩瑩就接受咗追光者嘅訪問。咁佢個訪問會喺今晚出街啊。咁齊阿哥做節目呢一刻呢，當然就未睇嘅。咁劉佩瑩同追光者嘅記者就話：喂，咁樣去充公佢嘅財產呢，就等同於推翻咗陪審團嘅裁決嘅。因為陪審團大比數通過話佢係無罪噶嘛。咁既然無罪，咁你憑乜嘢去充公我嘅財產先得噶？咁原來而家嘅法庭呢係唔使講道理嘅。咁此刻嘅劉佩瑩喺英國呢，其實係學生嚟嘅，讀緊書，即係喺大學裏邊讀書啦。咁雖然話以難民身份，可能有 home fee 唔定啦，咁但係條數都唔細噶嘛，即係話幾廿萬對個後生女嚟講呢，其實係好多錢嚟嘅。咁無端端幾廿萬俾人充公咗，咁呢個固然係打擊嚟啦。只不過呢個世界有時係會得到上天嘅眷顧嘅。咁之後嘅一日，即係5月19號呢，佢又收到好消息喎。就係英國嘅內政部呢，就同意咗佢難民嘅身份。咁佢呢個申請一等呢，都足足等咗1年半嘅。咁但凡等待嘅嘢，就係最折磨人噶啦。因為個心情忐忑不安啊嘛。咁結果等咗1年半，終於迎來好消息。咁佢確認咗難民嘅身份，就可以喺英國生活啦。雖然難民嘅身份而家攞永居呢，係要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咁終於有一個合法嘅身份，就留低喺英國度讀書，又或者日後生活啦。明明無罪之身，但係佢嘅財產竟然俾人充公。呢個不禁就令人諗起，梗係唔係諗起黑暴啦，係特首證明書啊。咁最近啱啱修例啊嘛，只要特首出張證明書，咁明明你單案係贏咗嘅，即係無罪釋放嘅，咁佢都可以兜底嘅喎，有交替罪名。話呢個係國安嘅案件，喂，咁你就走唔甩噶啦。所以劉佩瑩做得好啱嘅呢，就係無罪之日，佢攞翻個護照，咋臨離開香港啦。若果早2日我哋講港大個律師姐姐，能夠當日嗱聲離開嘅話呢，佢今日都唔使坐監。調翻轉嚟講啦，若果劉佩瑩今日仲喺香港咁又唔使走都得啦。因為只要阿叉燒哥大筆一揮簽張證明書，話呢一單其實係國安嘅案件嚟，咁其實一眾人等全部都走唔甩，就會交由國安法指定法官去審啦，而且好大機會就冇咗陪審團啦。劉佩瑩嘅財產被充公，對其他人有好大嘅啟示嘅。首先個法官阿張慧玲，你應該有個判詞先得。咁既然佢係無罪之身，你又憑乜嘢理由認為佢嗰50幾萬銀紙咁其實係犯罪所得呢？若果係唔需要解釋嘅，只要特首證明書一張，又或者律政司唔知加啲咩文件上去，喂，咁就可以充公人嘅財產。咁其他人咪好危險？咁香港最有錢嗰2個曾經都開過聲話，叫在上位嘅人呢，放過下啲年青人啊嘛。我哋睇呢2個闊佬，當然就普度眾生啦，簡直菩薩心腸啦。但係今日嘅軍政府嚟睇，喂，隨時屈你話煽動意圖嘅噃，就憑一個煽動意圖，再加張特首證明書嚟，咁你張慧玲或者其他法官，咁係咪就可以充公佢幾千億嘅財產呢？若果係嘅話，聽日股市冧5000點嘅喎。實在今次修訂嘅23條，先修訂後審議，呢張咁嘅特首證明書，已經成為咗國際新聞噶啦。喺外國好多媒體都有報道，香港嘅特首家陣直頭凌駕法庭，佢想點就點噶咯。所以日前我哋節目話，而家佢簡直鋒芒啦，直頭半獨立嘅狀態。齊阿哥甚至乎懷疑，阿習帝喺事前到底知唔知呢單嘢噶？咁夏寶龍係下屬，佢當然就知情啦。但係若果習帝係唔知，你會唔會同意一個人佢嘅權力等同於佢呢？又或者今日俾咗個權力佢啦，咁會唔會夾埋下低啲人
調翻轉做我世界啊！所以睇翻近日嘅輿論呢，其實今日嘅港共政權並唔係冇壓力嘅，所以而家佢搏命去討好群眾，搏命去控制輿情，只要有任何人無論講粗口嘅校長，又或者打人嘅籃球教練，抑或係一個高分低能嘅實習醫生，佢而家呢一刻都唔會放過你噶，因為政治上有咁嘅需要啊嘛，絕對唔係馬後炮。咁早兩日齊阿哥喺節目都講啦，呢位實習醫生嘅 Angel 姐姐呢，好大機會會俾人拉嘅。齊阿哥不嬲嘅預測能力呢，都係好嘅唔靈，醜嘅靈啊嘛。只不過股票就除外啦。因為股票話晒係老本行。啱啱隻 SpaceX 今日上市啊，而家升咗10幾個%到啦，就並唔係好似陳茂波所講啦，話自己係意外嘅受益人，accidental beneficiary，你發夢都冇咁早啊！咁講翻高分低能嘅最新情況先。咁醫管局喺琴日即係12號就發聲明表示話，調查委員會完成調查，確定一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嘅不當行為，局方已經喺琴日採取咗行動，即時解僱咗呢名實習醫生。咁之後，執法部門就表示話，即係警方啦，有關嘅女實習醫生呢，就已經被拘捕啦。呢個就並唔係話，喂，我喺公司裏邊撻啲文具嚟用，咁就好小事啫。就昨日喺 Facebook，有一個警嫂身份嘅實習律師竟然寫咗篇長文，就撐呢個實習醫生噶。佢話大家冇試過喺公司度偷影印咩？攞公司啲文具嚟用咩？咁早幾日齊阿哥喺節目都講過類似嘅例子，但係當時我係話，就算你做你唔使擺上網低能。呢番說話竟然出自一個警嫂嘅身份，一個見習律師嘅警嫂。咁佢可能覺得犯法係犯法啦，但係因為我老公係警察，你吹啊？只不過事不離實。呢個見習律師後來就刪帖噶。我哋喺前日嘅節目已經講啦，你攞咗人哋個 ID 去 log in 個系統，呢個已經不誠實使用電腦。只要警方認為有咁嘅需要，犯法就係犯法，你又唔係警察，咁梗係拉你啦，唔拉你拉邊個啊？仲有一個概念就係我哋專業人士睇得好重嘅，包括你律師在內阿見習律師、警嫂見習律師，就係機密confidentiality 病人嘅私隱呢個係好重要嘅，你違反指引嘅話呢，咁隨時就俾人炒魷噶啦。係因為作為一名醫生。咁誠信又或者專業操守呢係至關重要嘅。正所謂叫做醫德啊嘛。所以醫管局琴日就話已經通知咗該名實習醫生嘅解僱決定啦，亦都知會咗有關嘅大學醫學院，等間大學話作出相應嘅跟進，梗係踢佢走啦。而醫管局亦都繼續調查事件，話若果確定有其他醫生涉及不當嘅行為嘅話呢，咁醫管局定必嚴肅處理，絕不姑息咁話，以維護醫生嘅專業操守，以及話保障病人嘅安全啦。咁齊阿哥早兩日都講過啦，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正所謂專業嘅工作呢，要保護私隱係好重要嘅。但係 YouTuber 呢，往往就打破私隱，因為呢啲料要爆先有人睇。所以兩者之間嘅衝突係好大嘅。齊阿哥直頭認為，作為一個 YouTuber，絕對係一個高危嘅職業。所以大家若果唔係人在外地又或者有一定嘅安全保障又或者唔係有個強大嘅內心去對抗啲黑粉呢，千祈唔好做呢一行咁其實有咗特首證明書之後，即係話呢個世界已經唔係再講證據，唔係再講道理噶啦。咁我哋仲能夠做到幾耐呢？遲啲仲有冇港產會館呢樣嘢呢？齊阿哥只能夠講，各位聽眾能夠珍惜嘅就珍惜，因為香港已經成為咗中國香港嘅樣子嘅話，咁類似我哋港產會館呢類嘅媒體，遲早都係會消失嘅。咁我哋今日同大家就傾住咁多，希望繼續再見，拜拜。彷彿辜負我一生，不想虛度了光陰，逝去諾言莫再等。
無覓處，心中六神沒有主，但見六神安靠倚，伸手牽着我風衣。求溫飽午夜來贈送，永記在我心中。翻波浪暗湧，達到千里青蔥夢境中，全知己劫難情義重。這悲從怒與共，鐵鞋無覓處，心中六神沒有主，但見六神安靠倚，伸手牽着我風衣。烽煙夢中，為我擋去這刻四颶風，求溫飽午夜內贈送，永記在我心中。翻波浪暗湧，達到千里青蔥夢境中，全知己劫難情義重，這悲盡怒與共。花開花落無念掛，小毀倒跌扮啞巴，沒有國還是有家，浪跡天涯也不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沒有國還是有家，浪跡天